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咧今日雖然咧係橫風橫雨之下，但仍然咧冇阻我哋咧去敬拜神嘅，讓我哋咧而家收拾我哋嘅心情，準備一齊去崇拜，一齊去敬拜我哋嘅神。我奉父子聖靈嘅名，開始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你嘅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你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我大大張口，呼吸急促，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使你的臉向僕人發光，又將你的律例教導我。我的眼睛流淚成河，因為他們不守你的律法。因為他們不守上帝嘅律法，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喺罪惡裏邊受痛苦，受呢個嘅轄制。但係每一個願意嚟到上帝面前認罪嘅，上帝一定赦免。就讓呢刻裏邊，讓我哋靜默片刻，去省察我哋自己嘅罪。讓我哋一同虔誠認罪。聖潔嘅上帝，你知道我哋嘅心思，明白我哋嘅試探、掙扎同軟弱，無力拒絕罪嘅誘惑。求聖靈光照我哋，並基督耶穌所成就嘅赦罪恩典，賜我哋力量，脫離罪惡嘅捆綁，使我哋喺你嘅愛中重獲自由。靠着聖靈，能以活潑嘅信心同盼望，嚟見證你嘅大能同慈愛。靠賴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弟兄姊妹，嗰啲喺基督耶穌裏嘅人就不再被定罪啦，因為賜生命的聖靈嘅律喺基督耶穌裏，已經從罪同死嘅律當中裏邊將你哋釋放出嚟。阿門。所以我哋不再被定罪啦。所以咧，我哋一齊將呢個榮耀都歸俾我哋嘅真神，讓我哋同唱頌主聖詩，榮耀歸於真神。榮耀歸於真神，他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生至賜下獨生子，獻上他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滿意大海，人人可進來，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情愛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他的人，只要我眾罪人真心接納主，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情愛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
他成就大事，即聖子耶穌，我們得大歡喜。至聖至尊永和主耶穌基督，將來得見主面，何等大恩福！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情愛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弟兄姊妹，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同在。就讓呢一刻裏邊，讓我哋咧都同我哋嘅屋企人彼此問好，互祝平安，讓我哋同唱這個家。帶着歡笑走進這個家，湖面帶着基督的愛心，共探討天父真理，同明了神話語，走每一步能緊守主旨意，多分享主愛，彼此擔憂慮，願主帶領我路程不畏懼，效法主關心與輔助，齊學習兼實踐，願愛主侍奉竭力在這家裏。帶着歡笑走進這個家，湖面帶着基督的愛心，共探討天父真理，同享明了神話語，走每一步能緊守主旨意，多分享主愛，彼此擔憂慮。願主帶領我路程不畏懼，效法主關心與輔助，齊學習兼實踐，願愛主侍奉竭力在這家裏。No,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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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hut up, shut up, bab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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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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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Shut up,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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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多分享主愛，彼此擔憂慮，願主帶領我路程不畏懼，效法主關心與輔助，齊學習兼實踐，願愛主侍奉竭力在這家裏。讓我哋一同禱告，愛我哋嘅上主，因為你嘅愛，讓我哋得到釋放；因為你嘅恩典、你嘅信實，我哋得着盼望。亦都喺我哋彷徨無助嘅時候，
就算當我哋自己都唔知點樣去向你求助嘅時候，我哋可以藉着聖靈嘅說不出嚟嘅嘆息，佢嘅說話去安慰咗我哋，亦都知道點樣向神求助。求你讓我哋可以去多啲去學習，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神你所揀選嘅，所預知嘅，亦都因為預知，讓我哋亦都係能夠可以預定我哋所作嘅工。求你教導我哋多作你嘅善工，亦都將我哋嘅所有嘅都能夠榮耀你，亦都彼此互相效力，叫屬上帝嘅人能夠得到益處。因為我哋知道神你嘅愛係無可隔絕嘅，冇任何嘢能夠阻擋你對我哋嘅愛。求你就讓我哋都可以知道，當我哋喺呢個嘅唔能夠面對我哋自己嘅時候，求你亦都叫我哋可以能夠再站起嚟，抬起我哋嘅頭，因為神你嘅愛係無可隔絕嘅。以上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喺聆聽上帝嘅說話之前，讓我哋唱一首歌，愛永不止息。甘心降世於尊降卑，所有也捨棄，深知道這恩典寶貴，犧牲不枉費，隨意獲赦，現已釋放，人世盼望重現曙光。你說這愛永不會變，今天我被挽回，你在前路引牽。你說這愛永不會變，此生不再隔絕，若信靠我便看見。甘心降世於尊降卑，所有也捨棄，深知道這恩典寶貴，犧牲不枉費，隨意獲赦，現已釋放，人世盼望重現曙光。你說這愛永不會變，今天我被挽回，你在前路引牽。你說這愛永不會變，此生不再隔絕，若信靠我便看見。即使我冷漠灰暗，你照樣痛惜痛愛，這份無盡救恩，納人手旁，大愛不止息，永不更改。即使
今日嘅講道經文係羅馬書8章26至到39節，請聽上帝嘅說話。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那監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所預知的人，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他所預定的人，他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他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榮耀。不可隔絕的愛，既是這樣，我們對這些事還要怎麼說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上帝既不顧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他，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控訴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復活了，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無可隔絕的愛。弟兄姊妹早晨，大家都喺呢個嘅風雨當中裏邊去聽我講道。咁今日我定咗個題目叫做無可隔絕的愛。如果從呢張相裏邊，你都會睇得到我哋都曾經試過被隔絕係咪？都試過咧喺疫情當中裏邊啦，係咪？好似呢個嘅呢位女士咁樣都彷徨無助，但係神嘅愛卻係唔會被呢個任何嘢去隔絕嘅。今日咧我哋會睇嘅就係羅馬書第8章26至到39節。如果弟兄姊妹仲記唔記得我哋由6月睇到而家咧，都係睇緊羅馬書。其實去到8月咧，9月初我哋都會睇羅馬書嘅。仲記唔記得5至到7章係講緊啲乜嘢咧？我哋可以知道咧，佢講到咧一樣嘢就係5至到7章裏邊，其實講緊就係罪同埋義。第7章22至到24節嗰度咁講，好似一個好絕望咁，因為佢哋講到咩啊？因為按着我哋裏邊嘅人，我們喜愛上帝嘅律，但我看出肢體中另有一個律，同我內心嘅律爭戰，把我擄去，使我服從那肢體中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嘅身體呢？我哋都知道，從第5章去到第7章裏邊，保羅都講到我哋係咪靠着
即係行多啲，即係行多啲惡啦，犯多啲罪咧，上帝嘅恩典就更加多啦。其實去到第七章更加咧，就話到我哋人裏邊，我哋唔能夠控制我哋自己點樣啊？因為保羅話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所以喺呢度裏邊，去到24節，佢講到佢真係苦啊！一個咧係我哋生命路裏邊，我哋都時常好似發現都身不由己個。呢個真係睇落都好絕望。但係當我哋都知道，去到跟住第七章尾嘅時候咧，保羅就講到一樣嘢啦，再做一個宣告，好似咧從絕望當中裏邊走翻出嚟一樣。佢講到咧，我哋可以靠住乜嘢啊？靠住我哋自己唔能夠可以勝過罪惡，勝過我哋裏邊嗰個肉體嘅咯。唯有係乜嘢啊？就係呢度所講嘅，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就能啦。呢個佢講到就跟住從第呢一節開始咧，保羅就開始去講出我哋一個嘅得勝嘅生活咯。我哋記得去到七月第二個禮拜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又講到咧，保羅都講到一樣噶嘛。講到第八章就進入第八章，講到得勝嘅生活，我哋好記得嗰日係Otto 熊仔佢所講嘅係咪？佢又講到哇，一個好大嘅宣告就係咩啊？如今嗰啲喺耶穌基督裏邊嘅人就唔再定罪啦。佢講到第八章其實喺度講我哋一個得勝嘅生活，而呢個得勝嘅生活係點樣嚟噶？唔係講靠住我哋自己，而係真係正如第七章尾所講，係靠着耶穌基督，係咪？靠着耶穌基督可以得勝。你睇見咧呢度所講嘅話，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唔被定罪，係因為喺耶穌基督裏邊嗰個乜嘢啊？喺第八章裏面會一路強調緊俾我哋聽，就係耶穌基督、聖靈、上帝，佢點樣去幫助我哋過一個得勝嘅生活？首先喺呢一個第一節裏邊，佢講到我哋嘅生活係要點樣噶？係被耶穌基督所釋放嘅，嗰啲從罪惡同埋死嘅律裏邊將我哋釋放，我哋只要靠住耶穌，學像耶穌就可以得到釋放。跟住落嚟，我哋記得去到上個禮拜，佢更加講到話，我哋每一個人係點樣啊？雖然會受苦，上個禮拜係黃牧師所講到，佢講到我哋都會經歷痛苦，係咪？但係我哋要明白，我哋有個身份係乜嘢啊？係上帝嘅兒女嚟嘅喎，係嘅後嗣，同基督一樣，都係上帝嘅後嗣，即係上帝嘅兒女。所以我哋都會經歷受苦啊，係咪？我哋信咗耶穌之後，就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我哋會經歷受苦。但係保羅喺度講，我哋如果與基督一同受苦嘅話，將來一定會同佢一同得到榮耀。喺呢度講，保羅更加話到俾我聽，現在所受嘅痛苦同將來所顯示嘅俾我哋嘅榮耀，而家所受嘅痛苦係咩啊？係不足以為道啊，唔需要介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哋面對緊痛苦、面對緊困難嘅時候，可以想着咩啊？靠着基督，我哋可以得勝；亦都靠着基督，我哋雖然會受苦，呢樣嘢耶穌都講過，在世上有苦難。但係記得，當我哋同耶穌一齊同受苦難嘅時候，我哋因佢嘅名，因喺世上裏邊，我哋遇見苦難，無論人哋點樣逼迫我哋嘅時候，但我哋只有靠着耶穌，仍然堅守着耶穌所盼望嘅，我哋就可以咩啊？得勝有餘，亦都係唔再介意。保羅更加勸勉我哋一樣嘢嘅係乜嘢啊？佢話我哋得救係在乎盼望。而呢個盼望係點樣啊？唔係睇得見嘅，唔係睇得見嘅一個盼望。即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點咋？即係話你喺呢一刻裏邊，你會覺得絕望，哇，好似睇唔到去路，前面做嚟做去都係咁款嘅，咁點算啊？你只要憑住咩啊？就係信心。我哋整個嘅羅馬書裏邊講緊一樣嘢就係咩啊？去到第八章裏邊講我哋得勝嘅生活，唔係在乎你同我今日要做到乜嘢，而係我哋要確信一樣嘢，我哋係上帝嘅後嗣。我哋咧雖然會受苦，但係上帝嘅榮耀喺後邊等着我哋。你記得我哋喺
呢個嘅復活節嘅時候，講到就係話係空墳，喺呢個十字架嘅後邊就係一個空墳墓，就係基督嘅復活係帶嚟我哋嘅盼望。所以我哋所盼望嘅係睇唔見噶，要學習嘅就學習等待。等待係一個好痛苦、好漫長嘅，但係我哋所等待嘅最重要就係咩啊？就係呢位嘅基督，就係為佢做過好多嘅事情。嗱，保羅跟住落嚟去到第後邊嘅裏邊，佢更加講到俾我哋聽一樣嘢，就係佢自身嘅經歷。喺後邊佢講到聖靈係隨時我哋嘅幫助嘅喎。嗱，首先第26節裏邊佢講出嚟嘅，不如我哋一齊讀出嚟啊！26、27節，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那監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呢度講到俾我哋聽，我哋會有沮喪、有失落，甚至乎一個地步係咩啊？我哋都唔知道點樣，唉，行又唔知點樣，坐又唔知點樣，好失落、好失望，包括對我哋身邊嘅人，或者我哋更加一樣嘢，好似好絕望、無助嘅情況之下，請記住，聖靈係我哋隨時嘅幫助。我哋唯一做嘅乜嘢啊？就係學習忍耐。我哋都可以去喊，可以點樣啊？去求上帝哭訴，同上帝哭訴，因為聖靈佢會用咩啊？我哋無可言喻嘅嘆息嘛。當我哋唔知點樣祈禱嘅時候，聖靈就會為我哋去祈求，因為聖靈所祈求嘅係佢體貼上帝嘅心意，而且更加係上帝嘅旨意。我哋可以做嘅係乜嘢啊？就去聆聽聖靈所祈求嘅。當我哋去聽到聖靈所祈求嘅，更加係讓我哋明白到上帝嘅心意就係咁款咯。所以我哋要學習嘅就係耐心，或者我哋直情係一個沉默嘅等候。弟兄姊妹，你有冇經歷過啊？你有冇經歷呢個痛苦咧？你經歷過呢個階段？琴日咧，我就去一個嘅為咗我哋禮權弟兄嘅一個嘅安息禮拜。整個安息禮拜我哋都睇見咧，禮權弟兄佢好似要一個畢業禮，但係當我聽翻佢屋企嘅事情，原來佢後生嘅時候都做咗好多即係不羈嘅事情啦。更加從佢個女同佢屋企人嘅身上聽到一樣嘢就係咩啊？佢哋爸爸係迫害佢哋噶噃，唔俾佢哋翻教會，但係佢哋仍然堅守，佢哋仍然相信要翻教會，喺當中裏邊去堅守，相信上帝有佢嘅心意。弟兄姊妹，好多年之後，當佢哋咧可能好盼望佢爸爸會相信上帝，佢哋仍然有呢份嘅信心嘅時候，好似睇唔出有任何嘅去路。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美麗嘅圖畫係乜嘢啊？當領權弟兄佢所經歷嘅，我見到佢嘅時候，佢就成日同我講話，佢左手左腳，因為佢中咗風，左手同左腳都中咗風，但係而呢個左手左腳就阻住佢，阻礙佢啊！但係我哋發現，卻係因為咁樣，讓佢可以有機會去聽聞福音。佢屋企人哋淨難以想象，李權弟兄竟然會喺佢嘅呢個嘅階段裏邊去相信耶穌，願意接受洗禮。弟兄姊妹，當我哋冇盼望嘅時候，當我哋唔知點算嘅時候，請你記住，你要學習忍耐，學習等待，因為神有佢嘅心意喺當中裏邊。我哋只要相信神嘅愛係同我哋一齊嘅。因為藉着耶穌基督嘅愛，我哋亦都藉着聖靈嘅幫助，我哋可以隨時隨地得力。跟住落嚟，佢更加話到俾我哋聽一樣嘢，上帝嘅預知同預定，神要我哋成為咗佢嘅兒女，亦都去讓我哋去聆聽上即係聖靈所講嘅上帝嘅心意。最重要係乜嘢啊？係要讓我哋知道一樣嘢，所有嘅事情
包括係咩事情啊？好事壞事都係互相效力嘅喎，萬事啊嘛。有啲事情可能你會覺得點解會咁樣發生㗎？但係我哋嘅神係行奇事嘅，喺李權弟兄身上裏邊，佢中風呢樣嘢，好似睇落去真係唔老禮吓，但係神卻藉着中風，讓佢可以得着呢份嘅救恩，叫屬愛上帝嘅人得到益處啊！係按照佢心意，按照佢旨意去被召嘅，係咪？即係話神有佢嘅心意當中裏邊，嗱喺29節裏邊講到預知嘅人同埋所預定嘅，我哋成日都講預知預定乜嘢意思啊？係咪啊？啊，如果我哋從字面裏邊去知道呢一樣嘢，預知就係神佢預先喺佢創造嘅時候，佢已經知道邊個係佢所選召嘅人。而預定更加話到俾我哋聽就係話，佢所選召嘅人，佢預定要讓佢哋要做一啲嘅事情喺呢度裏邊，你發現係要預定佢哋要乜嘢點樣啊？要效法佢嘅兒子，即係耶穌基督嘅榜樣，認佢讓佢哋點樣去效法基督一樣。嗱，保羅喺度第30節更加話，所預定嘅人，佢所召嚟嘅人，係要讓佢哋點樣啊？佢哋要好似效法基督一樣。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裏邊可能我哋面對好多嘅困難，面對好多險阻，但係呢啲係上帝所預定嘅，係為咗要讓我哋乜嘢啊？喺當中裏邊去要效法基督佢一樣。基督喺世上裏邊佢都受苦，所以我哋受苦都係效法佢嘅榜樣一樣。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當我哋願意去點樣啊？係我哋要確信一樣嘢，神召我哋預定我哋嘅預知我哋呢啲被召嘅人係要稱我哋為義噶。點解啊？只要你願意信靠耶穌基督，相信我哋每一個人係佢所選召嘅，係神就會稱我哋為義。更重要嘅係讓我哋得到榮耀嘅弟兄姊妹，你睇下被稱義亦都係乜嘢啊？得榮耀。我哋係有呢個嘅一個好榮耀、好尊貴嘅事情，我哋唔好去輕忽呢樣嘢，我哋更加唔好投其懶散啊！都唔知自己做乜嘢。神已經預定咗我哋要效法佢嘅兒子，更加要去學像基督一樣。跟住落嚟，保羅更加話對我俾你聽一樣嘢，佢話誰能控訴上帝所揀選嘅人？有上帝稱佢哋為義啦。我哋在世上裏邊，我哋好多時都會俾人哋指控，係嘛？唔好話咩啊，就算我哋自己有陣時都會唔接受到自己，或者我哋做錯嘅事情，魔鬼都係透過呢啲話去指控我哋。有啲朋友更加指控，哇！只要我哋就犯咗少少嘅錯，佢話你啲基督徒就係咁本噶啦，係咪啊？但係保羅喺度講話，誰能去控訴上帝所揀選嘅人？有上帝稱佢哋為義，記得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上帝所愛、所預知、所預定嘅人。我哋被上帝稱為義嘅人，面對緊呢啲困難嘅時候，面對呢啲指控嘅時候，為咗做係乜嘢啊？就係願意喺上帝面前求寬恕，願意去效法基督就可以啦。保羅更加喺後邊裏邊去講多一樣嘢，就係佢嘅。其實你睇見咧，有乜嘢啊？有患難、困苦、逼迫、飢餓、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呢啲都唔能夠去同讓上帝嘅愛，我哋同基督嘅愛去隔絕。咁你諗下，患難、困苦呢啲係乜嘢啊？可能你未經歷過，但係對保羅嚟講，呢啲係佢一生裏邊佢遭遇過嘅，係咪？如果我睇《使徒行傳》裏邊，保羅好多時都會點樣啊？俾人啊真係點樣啊捉過啦，係咪？搵人俾皮鞭打過，喺佢自己嘅寫嘅哥林多後書裏邊講話，有一個人啊受過為基督去受鞭咩啊？打30下，跟住每次減少一下，仲有被人去咩啊？去辱罵，用石頭將佢同巴拿巴掟到好似就嚟死咗，就搬到去出邊，好似冇咗氣息一樣。最後佢哋醒翻嘅時候，就走翻入城入邊去傳福音。
係咪？呢啲嘢都係保羅所遇到嘅遭遇嚟噶噃。喺佢呢啲所遇到嘅事情裏邊，弟兄姊妹，困難嗎？你驚唔驚啊？俾你遇到嘅時候，你會點樣啊？保羅話呢啲完全都唔能夠令到佢同基督嘅愛隔絕啊！所以佢後面講咗句說話咩啊？所以我深信啊，我深信，因為頭先所遭遇嘅，靠着邊個啊？靠着愛佢嘅我哋嘅主，就喺呢個事情裏邊得勝有餘啊！係咪？保羅佢經歷過呢啲嘅事情，佢可以宣告靠着基督，我哋得勝有餘。弟兄姊妹，喺你生命裏邊有冇經歷過呢啲嘅苦難痛苦啊？或者你而家都經歷緊，係咪？出邊乒乒乓乓，或者你遇到任何嘅俾人去誣告，唔友善嘅對待，呢啲都會令到我哋有少少絕望。但係記緊，唔能夠讓基督嘅愛同我哋隔絕嘅。我哋可以好似保羅所講，靠着愛我哋嘅主，一切可以向佢面前去祈求，聖靈會幫助我哋，我哋可以宣告得勝有餘。嗱，保羅跟住再作一件事情，去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上冇任何嘅事情，包括有啲咩嘢，都唔能夠令到我哋嘅與基督嘅愛隔絕啊！生死同埋生，人喺世上裏邊兩個嘅狀態，一個就係咩啊？死亡，另一個就係生存，在生活，係咪啊？在生裏邊，即係點樣啊？死同埋生兩樣嘢都係咩？人嘅狀態裏邊，但係呢樣嘢都唔能夠讓基督同佢嘅隔絕，因為呢兩樣嘢都唔能夠讓基督嘅愛同我哋去分開。仲有乜嘢啊？靈界裏邊嘅天使同掌權或者有權能嘅人，你睇見呢啲係講緊喺靈界裏邊，天使就代表係咪啊？善嗰方面，掌權嘅我哋都知道咧，喺保羅喺以弗所書講話屬咩啊？天空掌權者嘛，嗰個惡魔嘛，所以呢度所講嘅亦都係講緊一樣嘢嘛，兩個嘅對比。另外就係現在同將來一個時間性。最更加就係空間，喺高處嘅地方或者深處嘅地方，更加講到就話所有其他嘅受造物，包括植物、動物，所有嘅受造物都唔能夠讓乜嘢啊？上帝嘅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呢個保羅所講嘅全部都唔能夠。點解啊？因為基督嘅愛係無可隔絕，因為基督嘅愛係上帝嘅愛。佢甘願，如果上帝要做嘅時候，係冇嘢能夠阻得到佢噶，係咪？所以弟兄姊妹深信，你面對緊而家嘅困難，面對而家嘅困境嘅時候，請記住，保羅提醒我哋冇嘢唔能夠讓基督嘅愛同上帝嘅愛同我哋隔絕。而呢個愛係邊度嚟噶？係基督裏邊嘅。所以弟兄姊妹，請記住，呢份嘅愛係無可隔絕嘅。亦都係我哋想象唔到嘅，但係我哋可以咩啊？相信靠着上帝，我哋可以咩啊？得勝有餘。願榮歸聖父、聖子、聖靈嘅名，起初如此，現今如此，後來亦如此，直到世世無窮。我都揀選咗一首歌，希望同大家一齊唱嘅。呢首歌叫做《誰能使我與基督的愛隔絕》。阿門。神偉大的愛，何其長闊高深，竟不吝惜他獨生愛子，為我們眾人捨了。神成唯一的人，誰
長闊高深，經不靈犀他獨生愛子，為我們眾人捨了，真誠唯一的人，誰能控告？誰能定他們的罪？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嗎？無論是高處的，是低處的，現在的事，將來的事，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嗎？無論是高處的，是低處的，現在的事，將來的事，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嗎？無論是高處的，是低處的，現在的事，將來的事，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都不能叫我與神的愛隔絕。請弟兄姊妹一齊站立，用使徒信經嚟承認我哋嘅信。我信上帝全能嘅父，創造天地嘅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嘅獨生子，我們嘅主，因着聖靈成人，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請仍然站立，讓我哋背誦教會嘅今年嘅主題同埋主題經文。與神結連，信心開展。耶穌說：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翰福音15章5節。跟住落嚟係家事分享嘅時間，弟兄姊妹，讓我哋同讀本周金句。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8章37節。弟兄姊妹，喺呢度裏邊去講緊一樣嘢俾我哋聽，我哋唔知道會去到邊度。
或者上帝嘅要求係乜嘢？但係呢段經文裏邊去話俾我哋聽，只要我哋靠住嘅係乜嘢啊？唯一嘅條件就係靠着愛我哋嘅主，喺所有嘅事情裏邊，我哋就可以得勝有餘。唔係我哋要做好多好多樣嘢，而係咧我哋能夠倚靠上帝，就讓我哋去學習點樣去靠着我哋嘅主喺一切事上裏邊，我哋學習。亦都相信我哋已經得勝有餘了。有少少報告啦，今日咧就大家颱風天啦，記得而家應該都係打緊風球，都好大風嘅時候，大家就唔好出去出邊咯喎，喺屋企裏邊咧逗留，喺咧裏邊去好好去享受，即係今日咧喺屋企裏邊同屋企人相處啦，亦都咧可以學習，亦都讀聖經，讓我哋咧可以增進我哋嘅呢個嘅力量。咁有少少嘅報告，第一樣嘢咧就係8月2號下個禮拜咧係晏晝2點半咧就有周師母嘅呢個嘅追思會，地點喺天恩堂，請大家記得啦。咁呢個咧我哋有嘅表，如果大家未填咧，快啲填啦，因為我哋咧要安排車方面噶啦，請大家記住咯。咁另外咧就係8月30號咧，亦都有呢個嘅新監督就職禮啦。咁就地點就係呢個嘅真理堂，時間遲啲就會俾大家噶啦。咁當日咧，除咗新任嘅監督同埋政府監督之外咧，仲有常委嘅呢個嘅就職，求弟兄姊妹咧都喺當中裏邊咧去保守、去帶領，亦都咧去為我哋祈禱。更加咧特別為到咧就係阿可伯啦，知道咧佢都身體嗰方面，我哋求嚟神咧都係能夠可以揾到佢嘅屋企人，我哋將呢啲都交託。求神你咧繼續去保守帶領，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為到一啲嘅事情祈禱，為世界啦，為香港，為教會，為有需要嘅人同事祈禱，我哋一同禱告。主啊，我哋知道世界而家各國裏邊都已經正在飽受緊呢個嘅厄爾尼諾之後嗰個嘅影響。求神你喺當中裏邊去帶領我哋。香港咧今年正係打緊第一個我哋所講嘅風球，而咧即係去到8號風球嘅。神啊，我哋求你喺當中裏邊去保守，因為咧我哋知道誒無論香港啦、廣州啦、汕尾嗰方面咧，佢哋都已經係飽受緊呢個嘅雨水啊各方面。求神你保守到我哋香港或者我哋中國裏邊嘅第一節嘅平安。主啊，我哋為到世界。因為美伊正仍然都繼續喺當中裏邊，即係大戰在延啊，再重新去打仗嘅時候，求神喺當中裏邊讓雙方都能夠克制，求你都讓事情早日去解決。為到咧呢個俄烏戰爭，主要我哋都知道打咗已經3年幾啊，我哋發現有傷亡慘重，求神你喺當中裏邊咧，讓整件事情能夠可以圓滿解決，能夠俄羅斯早日退兵。主啊，亦都為到我哋嘅香港祈求，求神咧你保守到我哋。我哋發現咧有好多嘅鋪頭已經執笠，我哋咧經濟都係蕭條當中裏邊。求神你真係去保守，讓我哋嘅本地居民，我哋咧都能夠可以安居樂業。求主你保守到宏福苑，我哋希望宏福苑嘅事件能夠真係可以好正確地令到居民覺得係合理嘅一個嘅賠償。主要我哋知道佢哋冇屋企，亦都咧冇係驟然之間冇咗。我哋知道咧都係對佢哋嚟講係好大嘅打擊。神啊，我哋求你喺當中裏邊，讓真係我哋亦都官員需要問責，亦都咧需要嘅所有咧整件事情裏邊，我哋睇見需要去好大嘅檢討。希望咧亦都藉着呢個檢討裏邊咧，令到之後唔會再發生呢個事情。主啊，為到教會，我哋求你讓香港嘅教會，讓世界每個角落嘅教會都能夠為你去秉行公義，能夠亦都將你嘅愛去彰顯。主啊，我哋感謝你咧，讓我哋能夠可以參與信義會裏邊不同嘅一啲嘅社會服務，讓我哋都藉着呢啲嘅服務都能夠可以咧去幫助到別人。主啊，嚟緊8月
30號就有呢個嘅就職禮，求神你保守到政府監督、各部長、各委員都能夠可以咧，大家一齊合作，令到咧我哋個會能夠繼續為到永神益人。主啊，為到咧8月2號呢個嘅周師母嘅追思會，求神你讓整個追思會能夠順利去舉行，求主保守帶領。主啊，為到我哋當中裏邊有欠養嘅肢體，包括可伯啦，求神咧你去賜福俾佢，帶領住佢，讓佢都能夠可以康復，亦都咧保守到，希望佢嘅仔女能夠咧求神你感動佢哋，讓佢哋都回心轉意，能夠可以見爸爸。主啊，亦都為到當中裏邊，我哋為到歡慶啦。為到啦燈童嘅母親昏迷當中裏邊，求神你去醫治，亦都為到阿 Maggie 求你咧都去醫治佢嘅手。主啊，我哋當中裏邊其他嘅我哋有聲無聲嘅，求神你去幫手，亦都你幫助我哋喺困苦當中裏邊俾人正在欺負嘅，求神你都去幫助，成為佢哋嘅避難所，給予適當嘅幫助。主啊，我哋都將教會擺上，求神你都讓我哋喺元朗裏邊繼續為主你去發熱發光。我哋最後以主所教導嘅禱文去圓滿我哋嘅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我以上帝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係上帝所喜悅嘅。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阿門，這實在是應當的。雖然咧今日咧大家嘅你哋所奉獻咧都唔能夠投落奉獻袋，但係你哋都可以 keep 住，可以咧保持住佢，下個禮拜一次過拎翻嚟教會裏邊去放落奉獻袋啊！喺捐獻同時，讓我哋同唱一首歌，獻給我天上的主。在我心中有1,800,000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所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情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在我心中有1,800,000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頌揚
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為你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哋一同禱告。創造萬有嘅主上帝，我哋讚美你，你滿有恩慈，將各樣嘅恩慈賜給我哋。現在我哋緊將自己連同呢啲金錢奉獻俾你，求你悅納使用。阿門。弟兄姊妹請起立，我們感謝父上帝。讚美上帝為萬福伴，讚美上帝天下眾人，讚美上帝天上眾君，讚美聖父、聖子、聖靈。請領受祝福，惟願主賜福與你，保護你；願主用面上嘅榮光光照你，賜恩與你；願主眷顧你，賜你平安。喺呢個風雨當中裏邊，神仍然去保守你哋嘅平安。阿門，阿門，阿門。阿門。請領受差遣。主耶穌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所以你們要去宣揚基督復活嘅福音，進入人群，為主見證，活出基督救贖新生嘅樣式，服侍鄰舍，榮耀上帝。是的，我們理當如此。讓我哋同唱散會詩，有你同行。他
動了的人，他必安慰我心，他永遠都不會撇下我，引領我足印走出黑暗。人海裏最終找到是你，有悲有喜都經得起。我深信這一切為我預備，勇敢去走，只因身邊有你。回望人生裏，你與我一起，無懼冷風帶給的痛悲。若是軟弱無力的跌倒了，是你扶持我再起來奔馳。神啊，你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坐。走，只因身邊有你。回望人生裏，你與我一起，無懼冷風帶給的痛悲。若是軟弱無力的跌倒了，是你扶持我再起來奔。何等眾多，
弟兄姊妹，今日嘅崇拜完結，讓大家坐下默禱之後，我哋可以同我哋屋企人彼此相處。阿門。